我哋美食新聞週報每個星期都會為大家緊貼輪住買唔同嘅着數優惠，即刻睇下本週人氣輪住報有咩特選美食啦！桃園酒家金陵片皮鴨，一鴨兩食，拎住一塊京式摩摩皮包住片皮鴨，配搭海鮮醬、京葱同青瓜，再一啖放入口，俾口腔一個勁飽滿嘅京式風味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Fine Coffee and Pancake 二人梳芙梨分享餐，主打空氣感極強、口感蓬鬆柔軟嘅日式梳芙梨 pancake， 加上唔同高顏值主食，想打卡又得，超住嘆美食都得啊！灣景國際酒店雪場蟹、鵝肝、生蠔華麗三重奏自助晚餐，採用三大名貴食材做主打，加上唔同開胃前菜、海鮮刺身同熱盤，配合春夏當季食材，源源不絕嘅環球美食，啱晒一班中意食嘢嘅三五知己，約埋一齊過一個華麗之夜啦！翠林辣蟹坊二人套餐，主打避風塘香辣蟹，加埋每日新鮮嘅空運海鮮，配合集創新、懷舊、獨特、親切於一身嘅避風塘口味，見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紫月軒紐西蘭蜂蜜片皮鴨，肉質細嫩肥潤，金錢片製法令每件鴨皮都鬆脆多汁，加埋帶有清新花香嘅紐西蘭蜂蜜夾住充滿肉汁嘅鴨肉，清新解膩，層次豐富到爆啊！睇啱有咩心水味，即刻拎起你哋嘅手機一齊搶好嘢啦！